有一个自信，爱对家己有信心，因为咱本来是佛，咱主要是本来是佛，咱甲佛菩萨共款着多万年，甲用心、甲认清了了后，各位姐姐，我们都可以成圣成贤，都可以成圣成贤。那么，而且甲这一段，我甲咱各位姐姐做一个分享为何有圣牛甲不像会是牛？那么，这个牛者就是咱的生物所备，互咱的灵识、财识、岁啦、五欲、六尘、七情、八魔，这来甲咱蒙蔽，甲咱过去世的秉性，甲咱蒙蔽了，咱成一个牛痴的众生，咱嘛毋知影天命之为什么事实，就是用开宗明义就甲咱讲的，天命之为性，xuất性之为道，修道之为教，而且事实。所以，咱家代成一个牛痴的众生。那么不孝者，就是讲已经差不多达到贤者差不多达到贤者，但是呢，伊无够清净，伊无够真正体会到伊的深意，所以才有时咱讲的逐尊逐忘啊。上师闻道品义行者，中师闻道逐尊逐忘。那么如果大家圣者已经低级甲成优低级，低行合一。佫会当呢，真正先依而作，这也是讲伫前一段、互人去甲伊体会即个经文。那么佫再落来，我来甲咱各位先分享：天地之大也，人有所行。咱是天福地财，天地人与天地之间的人，虽然是万物之灵，但是这天有雨露甲咱滋润，地互咱养万物。有伊的性，各位姐妹，但是咱人佫有所行佫会嫌天公伯啊，你讲病呢？咱拢常常听一个阿婆来故事句啊，是因一个祖囝咧卖雨伞，佫一个卖啥？卖雨伞对一个卖雨伞，一个卖雨伞。落雨时阵，这个大汉查某囝卖雨伞有够欢喜，但是这个细汉查某囝卖雨伞袂当绑雨伞，有够烦恼。咱袂公平，天公伯也袂公平。那么各位姐妹，天公伯咱拢叫天公。可是啊，风台来的时阵，迄落人讲风台假雨来的时阵要树拢甲你排下，佮造成咱的农作物的损失，咱人生会受伤害。所以讲，天所造有时啊干净无人，有时啊干污落无人。那么，咱一定要去家做一个体会，其实天是公平。为什么会土石流？是咱人做来的，是咱人做来的。地球为什么会软化？嘛是咱人做来的。所以呢，天公佮天地较大呢，人嘛是咱佫有限的所在。那么，既然来到这个世间，伊就有相对，伊有对谈，咱就无法度通公平。亲像咱的前人。咱品传师，咱的前辈者，伊所做的，咱有时啊嘛拢会甲埋怨的前辈者安尼对伊较好，对我较歹，对伊较歹，对我较好，做一个比较。因此，而且伊讲的，君子女大，这修道君子，伊讲天地是会使讲是非常非常的大，天下无人在焉，因为道大充满天地之间。米字六合，代志无为，天下一切此道中，义不能占道。那么，一个君子之道，伊的德性大德敦化。咱何老兵人常常听平凡师甲咱指点，咱何老前面去，咱若去开看，伊拢无讲足侪道理，无讲足侪中庸大学、论语、名著的道理互咱听，伊拢听讲回去好好修道。安尼倒来安怎？前辈先够拍拼，是像阮帮扶顾问兄弟嘛有来啊，伊拢甲我讲伊早无人才的时阵，前日来讲，骑脚踏车来，某米人下晡要点倒伊若咧压锅较紧水关起来，水关起来，衫换身躯洗洗的制服穿的，脚踏车搁搭爱来放倒，用倒爱压锅免。到拍伫高平困，佮
多前面，真过正过个牺牲奉献，因过去的辛苦，因为迄类咱今日做一个护学门，然后还感受着，因为互我时常甲真过正做伙，互我若听着伊去甲我讲2点钟哦，讲伊的过去拍拼血泪史，互我真正目屎会流。咱今日遮尔啊好，遮尔啊舒服，遮尔啊自在，水到地，有车坐，像我了开车，互我拢专门咧坐车。有车坐飞机，哦，真正有够享受。那么这呢，大德敦化，就是呢，伊会到真正了解天道之天地之大，咱今日才有法度来行即种的富贵的大道，大富贵的这个大道，互咱现在佛学门呢，会当坐享其成。哦，这是佛学的这个体会。那么若讲到一生。道之微妙，愿即退从伊为孝而无畏，以利之世是天下人所无法度看破的道理。天地一生，道在天地，利之世理，故天下不能识破。我拄则分享的，各位先生，咱在座有足侪前辈者老菩萨，修道修50年的都有啦，包括高文才修几年，可能50年有啦。然后我讲遐厉害，应该是修50年。因为修60年，因为佛法出世21年，佛法讲就清透。民国45年，拖落年里，民国45年开始成教。那么如果人较近呢，已经是60年啊。各位先生，道伊势力啥所在？在咱前辈者，咱的前二点啊，属于所显露落来，而且德行内底，所以才小德传流哦。伊小德伊会当传流。到足办济的佛学门，互咱去体会讲，原来道的属性伫啥物所在？伫因所在势力内底，甲咱言谈举止内底，咱阿外公常常甲互我讲，哦，恁即摆当少年，因为伊常常叫互我去载物件，互我拢袂记住，哦，互我有时啊无记，伊讲哦，即边少年会较拍拼，但是互我敢入道门的时阵，敢入到道中的时阵。互我看到阿花哥啦，咱的前辈者，包括我们所有前辈者，因的牺牲奉献，互我看入眼内，看入眼内，藏入心内，感动在心内。那么这个是伊的细微处，哦，毋是讲咱讲啊天法了伊的道理会当显露道的属性，并毋是安尼。哦，所以呢，遮人讲天下嘛，无法度人来识破，对了，哦，即使可能只能意会，不能言传。那么咱孔子祖师呢，伊佫有借着即句的诗言来显露咱道的这属性。那么而且伊讲，烟灰雷天，喜悦无厌。互学即一句读做特别呢，吼，烟灰雷天，互我本来拢读规薄雷之气，但是呢，咱的课本内底，因为互我毛天。配音保讲嘛，有足济的即个发音吼，有即个发音。那么应该是爱读做雷天喜悦无厌较对。那么即句诗句，互咱了解，家做一个比喻，伊讲天仙精灵幽默幽静，只要是宇宙之间的生物，伊拢有伊的原则哦。伊讲鸟啊，绝对往天顶飞。各位先生，咱足少伫涂骹看到死鸟啊，对毋对？足少哦，有，但是足少。但是会伫涂骹看到啥？死鸟鼠啊、死猫啊、死狗啊，所有的动物拢会死伫路里。但是鸟啊，尤其搁较大只的鸟啊，一定飞上天。哦，鱼啊，敢会死伫路边？绝对袂，因为伊会自由自在游伫海里。所以呢，伊会借即句诗句，互咱去了解上甲下哦，为虾米鸟飞上天顶，鱼仔침落咱的海水内底。伊准甲伊要会当真，伊甲伊要飞升的时阵，像咱讲要往生的时阵呢，鸟仔一飞，像咱迄个921大地震啊，还是海啸的时阵，人死比动物较济呢。哦，有啥物人死比动物较济？因为咱往白去，该走毋知人走，想讲吼，人迄动物拢会走，咱也毋知人走，咱会想讲这无可能发生的代志。但
但是呢，人鱼仔赶紧进入去，啊，鸟仔赶紧飞去，哦，啊，迄个一寡动物赶紧走去山顶。那么各位前面，这就是伊的解，它的则，它的原则，它求生的一个原则。那么这嘛，互咱了解。有咱嘛捌早捌听咱杨建老师，互较早的咱去请教阮杨富林，真诶吼，伊互较捌咧听阮杨建老师用这讲三宝啦，就是讲咱的天官。哦，伊讲烟飞雷天，哦，阮夫人因甲互我做解说，可是互我嘛甲阮祖囝做解说，互我着问伊即句的意思啊，因为我有一个总回事的对不对？互我无法度意会即句时，互我家己问，哦。啊，伊就安尼甲互我讲，伊讲妈妈，迄就是所有生活内底拢有原则，爱叫我飞去天顶，啊鱼仔做入去水底，鱼仔自由自在安尼。啊，我就讲，毋过吼，我捌听咱电视讲三宝用字讲的，哦，其实嘛对啦，伊讲咱这鱼仔，鱼的，就是咱这目睭上鱼仔对不对？啊有水啊，咱有目屎，这嘛是有水，哦，啊就是咧讲咱这自生物天官处的所在，那么这就是咱的天顶。哦，啊，像是啊，什物鸟啊吼，啊飞嘛是飞上下会当产业，我感觉安尼嘛有理呢。哦，但是对一个学者来讲吼，伊会甲伊讲，妈妈，你安尼讲道理吼，我毋知敢对，我毋知敢对啦吼。但是伊若以中文下来讲，伊咧讲的就是天生真理，有物有则，哦，有物有则。那么，搁再来。即些呢，就是烟道的这比甲稳，那甲咱这理的这米甲做，哦，即米就较推崇伊的。那么天地一生，天地在道，天地一生，道在天地。因为咱有法度去甲感受着，那道歹因缘有比有稳，道义的时阵，就亲像烟飞雷天，啊，就是天理交流，就亲像咱即阵。哦，大道普通时阵，去到迄万，迄个大道会当会传遍万国九州。我人讲祖界是毋是连迄种大约吼，有一点仔祖界开始各位先生，咱原在咧办吼，就像咱青岛咧，咱爱上单位有开放着咱青岛，咱现在顺青岛有一寡道心诶，就已经伫咧花莲吼参加花莲诶这读经会考。啊，就是来到咱台湾的来寻根，所以讲这就是道理，到啥物因缘拢会当普传，因为道因业感的这因缘。那么道稳道如鱼鱼业有缘，不可缺尽。而且啊，伊甲两天期的时阵，虽然道不传六理，但是我在有咧传道。师师伫传本心，佛法为传本体，师师伫传本心。哦，传到第六代祖死的时阵的啥大道共回体。那么你是民族甲道的这比较稳伊的道理也是共款的吼，伊的道理是共款的。那么君子之道，则端乎夫妇。咱头前，咱的中央一本经典，伊甲咱主笔开始了体，甲伊的相。头前是体啦，甲伊的相，哦，有烟飞雷天，鱼的有烟有比甲稳。这了后，伊要甲咱讲如何用伫啥物所在。那么而且用伊讲君子之道，则端乎夫妇，讲起来足简单。这个许多君子道化家庭的因缘内底，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去理解。